喺中大醫學院 Facebook 專頁悼念黃詠儀醫生嘅貼文留言，無數市民、病患、同事等述說黃醫生嘅事蹟，有為貧苦免費義診，抗癌期間仍然行醫，仲有無數原本久病絕望，曾經其他醫生診治均未能康復，最後因為緣分遇上黃醫生妙手，先至得以解脫苦難人生。睇到黃詠儀醫生濟世扶貧嘅事蹟，慨嘆做好事嘅人太短命，而嗰啲無所事事或做壞事嘅人則太長命。綜合上述，因為悼念黃醫生而留言嘅病人，好多都係試過唔同醫生，屢醫屢敗，求治不遂嘅個案。直接嚟講呢，病人求醫要靠運氣，要不斷嘗試同埋搜尋醫生，逐個醫生去試，直至治到一個醫得好為止。事情嘅荒謬在於，每個醫生都唔係靠運氣而成為醫生，佢哋係經過年月苦讀、考試實習，要好努力先至能夠成為醫生。而現代醫學亦都唔係靠運氣，係一門建基於實證醫學嘅學問 （Evidence-based medicine）。透過科學研究、病理學、藥理學同嚴謹嘅臨床分析，以科學證據嚟診斷治療。咁點解一個原本係靠邏輯實力做醫療科技研究嘅系統，最後會變成要病患不斷去測試運氣嘅系統呢？我諗起多年前自己某次求診嘅經歷，因為腳趾公關節發炎，腫到鞋都着唔到，痛到行唔到路，要坐住輪椅去睇骨科醫生。個醫生死話我係扁平足，叫我配鞋墊。唉，我都行唔到路，配個鞋墊有鬼用咩？即係咁，如果配鞋墊可以醫好關節發炎，咁同配條底褲可以醫睾丸癌一樣咁荒謬。呢個好專業、好權威嘅骨科醫生，仲要問我點解咁抗拒用鞋墊。我話我而家都行唔到路，鞋墊有咩用呢？然後佢就以一副不可一世嘅態度答我：你行唔到，咁你點樣嚟睇醫生㗎？你以後仲想行得返，就要配鞋墊咯。既然呢條偉大嘅骨科醫生診症咁明察秋毫、仁心仁術，我都唔好意思打攪佢咁耐，梗係快啲去睇第二個醫生啦。原來我呢種發炎係叫做痛風症。吓？原來係痛風，呢個咁常見普遍嘅病，個醫生竟然話我係扁平足。唔好話作為一個醫生，作為一個智商正常嘅人，都唔會叫一個行唔到路嘅人配鞋墊啦。呢個係好明顯嘅邏輯謬誤嚟啦。你有冇睇過一套電影？入面有句好經典嘅對白：盲人點樣偷睇國家機密呢？但真係細估唔到，原來有個好專業、好權威、好多銜頭、讀好多書嘅專科庸醫，覺得盲人係可以睇到嘢。塵世間任何職業、任何界別都會有呢種飽讀史片、自以為是、高高在上，但係智商品格低劣嘅垃圾。我諗咗好耐都唔明白，到底佢哋生存喺呢個世上嘅意義係咩呢？近年有一種革命性嘅無創、無熱、無痛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 Histotripsy。
用聚焦超聲波精準照射目標腫瘤，將癌細胞液化瓦解。治療過程中唔使開刀，唔損害周圍健康組織，復原速度快，而且好多無法開刀、肝功能差劣或者腫瘤位置複雜、鄰近大血管嘅肝癌患者都會因此而得救。聽到呢度，你就應該知道呢個新技術將會幫助到無數絕望之中嘅病人，所以呢個技術被譽為科技慈悲的載體，同黃詠儀醫生一樣，都係解救眾生嘅菩薩。嗰堆高高在上、斷錯症嘅垃圾，就好似癌細胞一樣，應該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照射，將其組織徹底分解碎化，等佢哋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何謂科技慈悲載體。響呢個不確定醫生能否將病人醫好嘅 AI 時代，因為唔知幾時會遇上醫生，定係會遇到醫死。病人係咪應該自己都要努力啲，了解一下乜嘢係現代醫學，用邏輯為自己做判斷，甚至久病成醫不是夢，都總比靠運氣睇醫生踏實得多。未來雖然科技能夠成為慈悲嘅載體，但病人求診嘅時候，如果遇到不懂慈悲嘅醫生，咁病人仲有冇機會享用到科技慈悲嘅載體呢？睇嚟，病人求診嘅時候，其實首先最需要嘅係遇到一個慈悲嘅醫生。